培養人民素養，聯繫國家未來。大家知唔知道海洋公園而家一共有幾多隻大熊貓呢？嚟到今年2025年，我哋一共有6隻大熊貓，包括盈盈樂樂2024年出世嘅雙胞胎嘉嘉同埋德德。當然啦，仲有同年嚟到香港嘅安安可可，令到香港成為現時內地以外照顧最多大熊貓嘅城市。家姐細佬係第一對喺香港出世嘅大熊貓 BB， 為咗令佢哋可以健康咁成長，海洋公園嘅護理同埋獸醫團隊初期會全天候咁照顧佢哋，亦都有嚟自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嘅專家全力支援佢哋喺繁殖大熊貓方面好有經驗㗎。海洋公園同呢批專家緊密合作咗好多年，亦都曾經舉辦研討會同埋交流活動，分享護理、保育同教育工作嘅經驗。中國保育大熊貓已經有超過60年嘅歷史啦。大熊貓係中國獨有嘅動物，世界上只可以喺中國揾到野生嘅大熊貓。佢哋棲息於四川、陝西、甘肅3個省份。為咗了解佢哋喺野外嘅狀況，中國於70年代開始，約每10年展開一次大熊貓嘅普查。但係佢哋嘅數量曾經一度下跌至1100隻左右，曾經被列為瀕危物種。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係人類嘅活動令佢哋嘅棲息地變得碎片化。隨住經濟發展同埋人口增加，人類喺開採森林嘅時候，亦都會直接破壞大熊貓嘅棲息地，亦都會將大熊貓嘅活動範圍分隔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例如連接香港島同九龍嘅地鐵同隧道都停止咗運作，咁兩地嘅居民就好難互相見面㗎啦。大熊貓嘅情況就係咁樣，因為佢哋棲息嘅森林被分為一個個碎片，覓食同埋尋找交配對象嘅機會都變得好低。有見及此，國家喺過去幾十年努力建造咗好多大熊貓嘅保護區，同埋一啲綠色走廊去連接呢啲保護區，令到生活喺唔同地方嘅大熊貓都有更大嘅空間覓食同埋尋找交配嘅對象。2021年更加成立橫跨四川、陝西同甘肅3個省份嘅大熊貓國家公園，總面積有大概22000平方公里，有成24000個海洋公園咁大㗎。唔止大熊貓㗎，住喺同一個棲息地嘅動物都會受到保護，例如瀕危嘅小熊貓同埋川金絲猴。根據2014年進行嘅全國大熊貓普查嘅結果，野外嘅大熊貓已經上升去到1800幾隻啦。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亦都將大熊貓嘅受威脅等級由瀕危變成易危啦。雖然大熊貓嘅數量比以前嘅調查數據有所上升，但係保育工作都係唔可以停落嚟㗎，因為氣候變化都隨時會影響大熊貓棲息嘅森林，令到佢哋失去家園同埋食物。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減少消耗能源，減低碳排放，有助舒緩氣候變化，咁就可以保護我哋國寶嘅屋企啦。同學仔，考你，你知唔知道2024年嚟到香港嘅2隻大熊貓安安可可係嚟自國家嘅邊一個省份呢？答案係嚟自四川省嘅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喺2008年嘅大地震，四川省受到嚴重嘅破壞。當時香港各界包括海洋公園都大力以捐款同埋提供技術支援去協助重建嘅工作，以延續熊貓中心嘅保育同埋科研工作。所以當地嘅2個大熊貓基地臥龍中華大熊貓園同埋都江堰中華大熊貓園都係免費開放俾香港居民入場參觀㗎。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探訪呢2個安安可可住過嘅地方。當然啦，仲可以去探埋其他大熊貓添㗎。